歡迎嚟到微保樂視頻，今集教大家整呢個日式牛肉井飯。首先準備呢個牛肉薄片、洋葱、青葱、米飯、醬油、味淋、糖、清水、酒、芝華。將牛肉切成薄片，洋葱切絲，青葱切片備用。喺鍋入邊加入清水、醬油、味淋、糖同埋酒。煮沸後攪拌均勻，讓糖完全沖解。在熱鍋中加少許油，將切好嘅洋葱絲放入，攪拌，炒至透明出香味。將牛肉片放入鍋中，快速翻炒至變色。然後將湯汁倒入鍋中，煮沸後轉小火，燉約5分鐘，讓牛肉入味。將煮好嘅牛肉同埋洋葱放喺熱位飯上，淋上鍋中嘅湯汁，最後貼上切好嘅青葱同埋芝華裝飾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，另外呢，可以配搭一啲味噌湯或者醃製過嘅小菜，一同享用美味嘅牛井。